来看这个上新的消息，房山的画面，这是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林道的入口。下晡1:40分左右，房山双向的道路拢未通，加在同时无人甲车通过。也过嘛，因为呢，房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游客甲员工暂时调入内底，安置伫游客中心。啊，这个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提供这个房山路段这个影像呢，双向道路拢已经好这土石啊砍过去啊。这个房山的这个瞬间的树啊，甲草坡拢总做伙放落来，电线嘛拢错断去，拢呢落甲满世界，完全袂当通行。台中分署呢清查了后呢，伫游乐区差不多游客有50个，员工有23个，车辆有30台，拢先安置伫游客中心，提供水甲食物，人员拢平安，嘛要赶紧呢派在机构入场去抢通，同时嘛宣布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紧急休园，这是最新的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